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调古董。台语安尼写调古董，甲人当做古董来耍，也就是甲人戏人作弄，就是调古董。伊别项无，就是上爱甲人调古董。你实在唔通安尼，想讲家己捌真多，就甲人调古董。4月初1愚人节，大家伫即天享受互相调古董的趣味。愚人节互相捉弄，充满趣味。调古董嘛有挑然为难的意思。你爱我做公亲，但是大奖的拢无春究，真正是甲我调古董。下得过就互人过，莫甲人调古董。挑然为难，嘛使用单字字调。你爱有心理准备哦，伊迄个人真歹相，真够甲人调。回头继续来讲调古董，并且有一个卖种专业叫做闽南语汉字正字，讲调古董是碰瓷的意思。不良的摊贩摆打，调工甲虚假制品的假古董摆伫路边。另外一个共党的调猪去弄过路人来弄这个虚假制品，刷落来乌衣人出现，威胁恐吓，要求要爱真悬的赔偿，讲这就是调古董。像讲制造假车号，要讲调古董，结果互看拍卡手，报警察来抓人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调古董实在真趣味。